雅歌满江南，仙乐暖人间。当年婚姻曲更使乐韵传。亲爱的观众朋友，亲爱的戏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朋友们。10年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七派创始人戚雅仙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呢，优雅、熟悉的七派唱腔却仍然留在我们的心中。10年后的今天，我们相聚在逸夫舞台，将隆重举行慈母恩师梨园情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戚雅仙逝世10周年纪念演出，以此来表达我们对这位人民艺术家的无限缅怀之情。朋友们，今天的演出呢，是由著名越剧演员金靖和戚雅仙老师的爱女傅杏文共同发起，并且得到了江浙沪七批流派传人的积极响应。是的，同时也得到了杭州越剧2团，也就是桐庐越剧团的大力支持。所以我建议，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预祝全体演员演出成功。谢谢大家。那么，我想熟悉戚雅仙老师的朋友一定都知道“白血双玉”这个词汇。对，其实说的呢是戚雅仙老师擅演的4出名剧，对，是不是啊？白蛇传，血手印，玉堂春，玉蜻蜓，是的。那么说到这个血手印呢，是戚雅仙老师的看家戏，同时也是静安越剧团的保留剧目。那么今天晚上第一个节目，我们就将请出七派传人朱令与毕派小生阮建雄率先登台，为大家带来其中的花园会片段。城中乃是不知意，风声多些谁芳菲？挂在那家是上街。下无人啊，我上死去。待之间，求其当此有家里，他生命更比道理也，不花费的家头地，这野外好像是些成绩。哦，我生在王家花园里，莫非是那千金就是我往事去？
咦，一种男人的孩子，还不快对过一遍？是。这个孩子好生年少。哦，拿来我看。家米手上雨花容，分明是我亲手望。实是一送林相公，为何落在花园中？莫非是谁参被在大林家，私下送去小事中？谁参？小姐，我来问你。小姐何事？自从你进得府来，小姐待你是何？竟是姐妹为相等人宽待，小姐啥有差气？昔曾不管怠慢。那天我命你先往你家，你可曾去过？小姐吩咐，怎管不去？送去了哪几样东西？衣帽一套，鞋子一双。教育何在？林家相公、林公子、林姑爷呀，还不回家？看此事何办？哎呀，小姐，你错怪人了。是哪一才？猜哪里来的三爷小子，竟敢闯进我家花园？啊，西城大姐，小生就是林兆德呀。哦，原来是林姑爷呀！你这位把在世上，快下来吧。哦。姑爷，我家小姐在此。哦。啊，小姐，小生这下有理了。小姐，姑爷向你行礼了。小姐，你怎么不讲话呀？非还夫妻错相见他一生传的是我送，我心中爱绪连发红姑爷，你怎么也不讲话？未婚夫妻巧相逢，有话不知诉何从。一人我乘风走月郎。
我此生又是在梦中。默默无言中，小姐呀，你曾为婚事心悲痛，今日你怎可相对诉苦中？故言啊，小姐不言你贫穷，今日你何不相对诉苦中？小弟啊，我知道是故皇帝把他生，妇女都是死里生。那天西城送一来，方知小姐一片心啊，与你两家长联姻，我迄今原是你邻家人。终于做是本来是相公刘备挂在心，不带领到外爬，提起婚事我怒气生。当年邻家门的妇，你父是愿结成亲啊，自从我父身亡故，欲遭大火烧家门。母子冒然起身啊，家贫挑水过光阴啊，那一日天昏脚比翁须为，路上迎人啊多太冷。说什么天不平地不平，光天落雨光天晴，女婿家旁挑水马，岳母骑马来又乘，他回家找来我娘亲，必须开始要拿婚，他只好是该收银，从此两家就断了亲。分分
下兵法老娘亲，30里希望前进，不是骑兵负财。琳琅啊，挑山生呀苦，白费一分茶死生难待人，我有心城里尽护你，此事不必长留影，你今夜再跟大院门，我300两黄金交谁称？怕谁为啊门前灯？怕也不有害，神不清，在此今他做兵在。小弟的生贵恩，算不了忘记我伯伯领。朋友们，1980年，10年浩劫过去了，历史的天空又是彩霞满天。戚亚仙老师宝刀不老，在合作越剧团的原有人员基础上，成立了静安越剧团。虽然那个时候的戚亚仙老师呢已过知天命之年，但是他并不满足于老戏重排，在新剧目创作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教师日记》《玉蜻蜓》等就是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的。对，在排《玉蜻蜓》的时候，他是大胆出新，他要让戚派唱腔重新焕发青春的光泽。是的，那么大家也知道，在90年代拍摄的越剧电视剧《玉蜻蜓》当中，戚老师的爱女傅杏文就主演过王志珍。那么，今天呢，在母亲的纪念演唱会上，傅杏文也将登台为大家演绎其中的任子一折。剧中徐元载将由毕派小生孙建宏扮演。一故事有人无法生，一故事相声无关生，离可念云行情，各门各音难各心。
成了我的父啊！昨天马妹转哭声，俺在长去在门外听，生郎。是生于不生难决定，我不生儿心碎，我杀生儿不应，你孤安当私生子。生儿要回儿一生，生郎啊，我就替救人有何用？求你替我把旨意定。把娘亲心的话，方知我爱乃是进来，我还有话要说。贾元公，平日久病无法，不能蒙昧，请贾元公见谅。阮这还要烧香拜佛，劝使他因故方便。病你身体不适，不能开门，请贾元公回去吧。既是此，愿这就告辞。
他是哪一阵？他是一阵无名神。依我看，他不是仙，不是人，他是魔神。他不是神鬼神，他不是神鬼神。世上多少新生人，何曾说他神鬼神？四句里是两三声，看起来神鬼神就是我母亲娘啊！18年，孩儿离娘儿故里，聪明伶俐自谋心。一夫当四生子，生儿要回孩儿一生恩。哎，我不要两地亲亲，我不嫌金榜题名，我不怕人言可畏，我这就落举天人。哪怕是这富贵荣华，荣华富贵，我都可怕。孩儿的娘生娘亲，娘18人，让我永世不超生。今日我也要将儿人举一举18年来比离经。
63年以前，也就是50年的2月份，当时戚老师只有22岁，哇，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团结了上海一批优秀的编导演人才，成立了合作越剧团，自己担任团长。那么在合作越剧团期间呢，戚老师主演了大量的剧目，在观众当中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对，52年的端阳啊。剧团是排演了《白蛇传》啊，戚老师主演白蛇，当时是轰翻了上海滩呐！哇，怎么轰动呢？连续3个月，场场爆满，一点不输给现在的泰囧。哎呀，说得好！而且呢，当时的这个断桥、河波、哭塔更是成为了七派的经典名段。那么就在最近呢，大家知道七派传人、著名越剧演员金靖重新整理排演了整出《白蛇传》，并将其拍摄成了戏曲艺术电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欢迎金靖为大家带来最新编配的这3个片段，让我们掌声雷动，有请金靖登台。细面苦事断桥，是断桥，断桥。记得下山的事，与徐郎初次相见，好像一人脚底，是在脚底，脚底一句，甚至以往之事何必为谁？从今生情，怎能不信？想当初，脚底山哟晨光好，已经徐郎金丝鸟，但愿此山上相聚，做得东篱比鸟，谁知平地风不起，以往的欢乐一笔消，不善一句人是非，独对沧海莫为难，徐郎啊，恨你当都可以，情心
恰是端阳春影永
我恰是迎来金榜大文对，许仙是高分帅哦，后是张许
二四娘混藏无心去公道，娘四儿总是拘谨难明目啊。儿好比孤雁婆娑临间，娘好比山有风筝多，了儿好比羔羊一步空堂娘好比无用自由爱光儿子那黑上飘儿色土追，娘好比龙困沙滩，恨不息。儿四娘四儿两地相思，两地相思，一两心。此经母子细相望，同回家门去天门。为娘四子心塞情，真美身在来风尘啊，恨杀法海心他海。只差天涯难相见。天后才到来送他。儿啊，娘，老泪风，四弟媳妇谁过？
当年戚老师的《白蛇传》轰动了全国，影响了几代人。那么今天晚上，我想金靖的《白蛇传》再现了老师当年的风采，没有辜负老师，更没有辜负观众。再次掌声送给这位七派传人中的领军人物，谢谢。老师叫雅仙，对，学生叫金靖。台上的演唱，曲雅若仙，台下听的是极尽是金。叶老师您太高了。这个各位朋友，今天呢，七臂流派的第一代传人朱祝芬和杨文蔚也来参加我们的纪念演出了。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两位前辈老师登台，演唱的正是七臂的经典名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18相送》，掌声欢迎。两兄，你我意两分开，问夜的凡有何事来交代？我领的问你一句话，问两兄家中可有妻与王配？早此与兄未婚配，今日相问与何来？既是两兄情未定，小弟替你来做大媒。夜的听我来做媒，但不知千金是哪一位？就是我家小九妹，为此两兄你可惜哎。九妹今年有今生，他与我同年啊，哦，乃是双胞胎，但不知九妹与你可相像？他品貌虽像陆英台，彼此身把疼不开，家不同我心应在，这里有18户的肉酸菜，户的承担夫妻配，多谢一年来鸟在。两兄你花轿早来好，两位老师唱的哪个套？唱得好啊！我是10多年没有听两位老师唱了。两位老师是声音一绝，唱腔一绝，
风采依旧，我们掌声依旧。搞得好，搞得好。崔家这样的纪念活动，这个非常激动，讲两句。啊，好，我讲两句哈。阿拉呢，是七边两位老师的第一代传人。我呢就是讲，辣先生的身边呀，真正的熏陶了44年。搿能长的日节，所以先生呢，伊个这个艺术，伊个为人，深深的刻辣我的心里。所以就像今朝呢，这个叫演出的这个标题一样的，是师母恩师李玉琴。那么搿趟金琴特是阿文，伊就是讲举行了搿次是讲纪念戚老师逝世10周年的纪念活动，我感到相当有意义。所以呢，阿拉才来参加了，对吧？先生虽我觉着阿拉整队演出，侪是先生的经典哦。我相信先生在天之灵呢，一定是感到很欣慰的。虽然先生离开了阿拉，但是伊个形象一直辣脑子里，是吧？所以呢，我可以讲句拨大家听，我经常辣梦里向做到我的先生，可以讲。做梦做到的次数比我做到自家父母的次数还要多，所以我感到是讲我的先生感情确实是相当的深，这就是我今朝的感想。今朝呢是戚老师逝世10周年，戚别不分家的，阿拉是一家人家。所以我今朝呢，我是毕老师的顶大的徒弟，所以我也来参加。我也要讲两句。其实可能大家不知道，我和夏贤老师呢倒是忘年交，他比我大整整20岁。上世纪80年代呢，我们一块儿到扬州去演出，他听说我喜欢吃糖葫芦，就上街偷偷给我买了2串糖葫芦，很大个儿，很诱人，我一下就吃完了。可能是糖葫芦有问题，还是制作有问题。当天半夜，我是上吐下泻，发高烧，送进了医院，把戚老师急坏了，真是急坏了。他看着我眼泪都要掉出来了。小爷啊，我不好，我不好。我说怎么是你不好？没关系的，那糖葫芦蛮好吃的。所以10年过去了，确实我们想念戚老师，想念他的面容。想念他的唱腔，想念他的一切的一切。对个。那么2位老师，你们觉得唱够了没有？没有，再唱一段。搿能子阿拉就唱到搿搭了啊。这个就接下来呢，就让80后啊、90后啊，许许多多的七边传承来表演，好吧？意思就是把我们舞台交给我们七笔流派的新生代的传人。对个。好，掌声送给他们。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新生代的七匹流派的传人，请大家呢接连欣赏3段由青年演员来演绎的《梁祝》的经典名段。记得那年江放荡，金堂堂芳初相会。我与你唱家东几杯，情头遗憾相近哎，到后来你看出我与孩在
开，可记得18里相送长汀路，一片真心吐出来，我叫你别做鸳鸯成双对，我叫你女郎织女把恰恰为，我叫你金钟上上来照应，我叫你观音堂上堂杯，我也曾留下平凡肉酸菜，拜托师母做大妹，也好了相逢自己不用，我临别轻看须句眉，我以为有情人总在好眷属，想不到美满姻缘岔开，两兄啊，我与两兄难成对，弟弟用了那家妹，我与两兄难成宽，弟弟受了马家贫，我与两兄难不断，弟弟因故马家眷，弟弟之命不能为马家事他情爷妹，愚兄这不怨你，你可知道我为你呀，一路上等的爱你。
也没
深远人将遇，谁知道姻缘不上命不表，我指望你我与老妹来住，谁知道西洽未嫁无呀家，我指望生下官里来迎娶，谁知道未到年我是托安家家，我指望桃花桥到你家，谁知道我怕一输我来掉两家只有你担定子，留下了风烛在你家，谁不是难跑上情了你吗？你一岸比一岸开，莫不是跑不下千里，四张同样背。你一岸比一岸开，莫不是舍不得满腹文章经修来。你一岸比一岸开，莫不是无人匹马把小队。啊，两兄啊，你岸比一岸开，莫不是难杀小妹做应来。真情故，不应答应着何生为两兄。好，谢谢几位优秀青年演员行云流水般的演唱。
玉堂春》呢是合作越剧团的保留剧目，它是根据京剧《三堂会审》于53年排练成型。那么戚亚仙老师在戏里，他是塑造了有情有义的京城名妓苏三的形象。是这出戏呢，也是边演边改，一直到80年，在情节的场次上才整理丰富，算得上是七派最具代表性的剧目。是这样。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重温其中的2个经典的选段。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傅杏文和司玉林带来的《游苑出狱》。精神即刻来！原来是你们2个来了，真是我们来了。来了吗？谁来了吧？妈妈，苏三姑娘可好啊？我家三姑娘好不好？与你们有什么相关啊？妈妈，苏三姑娘身旁高，京都名妓参春娇，深究正业乐于用，长得必须花貌，西藏坊间千岁穷，能当女元把宗教，我们王孙都倾倒，此情三国亲自笑，今日只能来相见。
偏偏你们也想见见苏三姑娘啊？要不去找找金子？不是我们是替你请来了一位财神爷。财神爷，哎呀，快请啊！是，有请王三公子。妈妈，小声作响，有礼了。妈妈，他是满腹文才，才可成长。是个世上，去备坐。妈妈，他2年前妻，家财8万。对。是个公子啊，去备爹媳。妈妈，他还是南京大名鼎鼎，有才有势，皇上府第3公子王金龙是也。原来是个贵人啊！预备上等的酒菜为贵客接福。妈妈，休得客气，今日我是我苏三之命，特地来的。苏三，哎呀，苏三去亲王府赶场去啦。哦，事不凑巧，那我们改日再来吧。我看哪里是苏三不在园中，分明是妈妈想要认字哦。不是的，哎呀，苏三姑娘真的不在呀。苏三姑娘为夫。臣兄夜里你我在此，独有不便，暂且回避，各自方便。二位师兄愿往何处？你在这里有苏三姑娘陪你谈心，我们就到后院去找自己的心上人啦！师兄，师兄。苏三，请问苏三姑娘方面？苏三，哦，对，是苏三，是叫苏三。今日就是慕名而来呀。王金龙常年门东说司马，从不知今有家侣在此方结束在举子分呀切断肠，为我在欢乐当中
马当当，却是那贫苦百姓路青花，苏三是几过多少情侣客，从未见是此中儿少年郎。是只为家贫与灾荒，是与美生亚当长，将以欢笑做牛长，满身紫彩，一悲伤去京都，不知何此是故乡。南京本是我故乡，我奉我之命来守章。外人在十文方面，我今日有约为姑娘啊，姑娘啊，我要想公子但将无妨，我要想今儿与你常来往，拜望姑娘是罗马。只怕是上来几月是荒唐，对人你不肯多上光。
戚老师离开我们10年了，他的学生金靖是四处奔波，不辞辛劳，对，自筹资金，复排了气派名剧《玉堂春》，还有《血手印》。是的。那么，尤其是《玉堂春》一剧恢复排演以后呢，大受好评。在短短1年的时间里头，连演了60多场，场场爆满，又叫好又叫座，这在当今的戏曲界是非常罕见的。好，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金靖为我们演唱《玉堂春》里的三堂会审一折。那么我还要介绍一下啊，戏里边扮演王金龙红袍蓝袍的分别是杨文蔚、黄月明、魏丽敏，对，三位老演员都是静安越剧团的原班人马。好，我们掌声欢迎4位登台为大家演唱。参见三位大人，凡无疏散，苦臣带到，现在堂口带上堂来。是。外母疏散上堂，哭啊！督察院的去莫关。在新余园，到府须两房高声喊，弟弟女儿此去苦有一笔，说来真好比鱼儿落马，欲去无为庄。
凡夫因何不带起头来？有才不管带头，16岁抬起头来。谢大人。我这里去么来观看，果然是蜀山深渊到督察院，这啥子不应我头昏莫晕。我心中好是乱七冲，大人受尽了，官司有病。冬儿为你说官话，这是有点头昏啊。请问大人，此案可问？此乃是谋杀生命的案子，哪有不问之理？大人正是爱民是此，是此令我大家同生。凡夫可有赏？有正上来。夫。分你可有赏，你是有，叫你身上来有师傅，这是何道理呀？分明是不调虎，来宽大应是何？大人且慢。哎呀！凡夫空上自被人随去，故而常在岗内。望大人开席之恩，将凡夫当上撇书开岗。凡夫终是救人，也是命梦。请问大人，此因可灭？灭！来，当撇书开讲。驾查32令为文。是。凡夫早上知道面一书来呀。大人用笔。有是无道理。对呀，这上知道面写的书上，你口称又当称，又是何道理啊？分明是个刁妇，用意。大人慢慢的数来呀，大人叫你连
是知晓王公子他本是官家之子头是人王公子官家之子本月生的乃是谋杀亲夫有爱，谁要听你园中苟且之事？哎呦，大人，谋杀亲夫我很要生，园中之事也要问。本当明来生得亲，生得亲要分得明。此事来定然要生，定然要生，要分。要分。好，两马上推郎下事啊！生呐，生呐，分呐，分呐，将他。我与他初次见面300年，且一杯相茶许同生。年兄，大人，想那王公子初次进园，见面银子300两，且一杯香茶酒走，以我看来啊，嘿嘿，可算得是一个大大的阔客。哪里是什么阔客？这怕是王门中出了一个败家子孙哦！哎，年兄，依我看来啊，那王公子可以算得是个大大的夸客。哎呀，算不得，算得，哎，算不得。算得哎，年兄，大人说算得么？你我就是算得呀。算得，公子儿次把元金，带了多少银子3打3万6千银，在你园中是了几时？在园中历时1年整，3万6千两花回人像那王公子在你园中必到1年3万6千银都俱已花尽，难道你吃的是银子，穿的是银子，不成？哎，年兄，像他园中另外是有花费啊！哎，大人，你怎么知道他的花费呀？这，哦，这上上面写的是花费呀！原来是上纸上面写的，哎，不是大人知道的。此次你我就生他的花费，花费骑马金杯与牛仔，与马彩盘与彩屏，也用不了这许多。内部儿来公子堂，又盖了一座百花亭，恨的是王八宝儿心上恨，不忘记将公子
关拆了几院门，那王公子花费36000银啊，在园中为是一年整啊，恰为我将他关出几院门，这都话24里路好一个狠心肠的宝儿啊！替心肠的王八遇见了刀用的表看，公子被关出了院，哪里为生？关王庙内把那一日经过来报信，我身带文人去团亲人。你可曾见到王公子啊？我与他姑庙的重相会，抱头痛哭在旧情。生前定下生死门啊，你兄大人，想那岳当成都是可以有你义气的，何以见得？像那王公子已经穷途落魄，衣衫褴褛，那岳当成还与他再聚究竟，定下了黑日山盟，岂不是各有义气的吗？哎呀，哪里是什么义气？这怕是长门之物，家境需要。穷途落魄，再续旧情，定下了黑日山盟。啊，二位爷兄，那岳当成可算得一种恩言深。年兄，大人说他有义气嘛，你我就算他有义气啊。我当发公子去外考，赠他名字为来妻，赠他多少？和你自己一无天平，二无等称，用水呀来300余两。对呀，这黑夜之前一无天平，二无等称，用水呀来是有300余两。哎呀，他能说什么？难道我说那王公子啊，初见所见300两，到分别书山生他也是300年，岂不是300两换300两，人争人来心换心。哦，原来大人说的是300两换300两。对呀，二位爷兄，我们升下去。升下去，将从公子为暖妻，我在暖炉长有病，公子非我不娶妻，肉当成例子不嫁人。公子立志不娶妻，肉当成例子不嫁人。说三情。
大人啊，怎样与家与山西生也里？大人，那一日署长来召见，院中来了沈玉玲，他与宝儿敲击声儿，什么敲击？红苹树上一家心，石道公子心得中，得中王榜第一名，他人进屋为暖金，于是自偏尽身家人。少家死了多久？在身家死了半月整，那必是他娘气到心。一晚夜里送上门，下头还是生一灵，他亲眼看来哼一声，亲口女兄名为灵。那必是什么爱人意，拉拉叉叉到官天，这当官是怎样说法？这当官是生得好，二当官是就冤难生。原是回忆凄凉，家有分赃800银，上当西当40本，这父亲的本子难用分。你不曾造人，买五本当不造人。大老爷呀，一边当官不是人啊！大人，什么意思？不问问呐？莫非救兵无法生啊？生啊！生啊！问啊！苏三，你在剧中死了几载呀？在剧中死了1年里，我有神仙来团啊，谁来团王无与人？那王八宝儿呢？王八宝儿不中意，那痴心的王公子呢？他与我庐山夫妻与有情，眼前实有王公子，你可生得？以前实有王公子，青纱给脸也生得亲。只怕你那王公子，他头戴乌纱，身穿大袄，他不来生你哦。怎能见得公子面，我总是举荐也关心。哎呀，说山堂上去求情，好事乱去穿我心。句句都是真心话，我岂能贴在心上太负心？
家为来相认。王法娘娘不用情，素才你的恩情本愿一致，但等身份清楚，实为水落石出。你暂且下去吧。这档官司必同意，若当趁这在放宽心，谢大人。哎呀，这大人好是求情人，莫非是我那豺狼的功名？公子就该江湖人，王法调调不用情，有了我上前失去知心话，看他知情和知情。大人，若当称好比画中人，那王公子必作何来？王公子好比蜜蜂采花心，想当初花开多美人。蜜蜂与花不离分，到如今花下已散落，蜜蜂一去就无影心。苏三吩咐花车远去啊！是推打。我们特别想知道戚老师的爱女傅杏文，老师的爱徒金静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好不好？来，请他们说几句。金静先说吧。谢谢领导，还有我的老师，观众朋友们来缅怀我的老师。虽然老师人走了，但是他的音还在，我会为他的七派艺术发扬光大。谢谢。我妈妈戚雅仙离开我们整整10年了。记得在1周年的时候，我就跟静静一起搞了纪念活动。今天10周年了，我们4姐4妹又聚在一起，为妈妈的流派再次搞了一场演出活动，说明七派戚雅仙的人走了，她的音长留。我今天要感谢各部门对我们这次演唱会的支持，更要感谢一如既往支持七臂流派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我想2位也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虽然戚雅仙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演出就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和我们一起分享七派艺术的记忆，朋友们再见，谢谢大家。导演人才，成立了合作越剧团，自己担任团长。那么在合作越剧团期间呢，戚老师主演了大量的剧目，在观众当中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对，52年的端阳啊，剧团是排演了《白蛇传》啊，戚老师主演白蛇，当时是轰翻了上海滩呐！哇，怎么轰动呢？连续3个月场场爆满。
一点不输给现在的泰囧。说得好，而且呢，当时的这个断桥、河波、哭塔更是成为了七派的经典名段。那么就在最近呢，大家知道七派传人、著名越剧演员金靖重新整理排演了整出《白蛇传》，并将其拍摄成了戏曲艺术电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欢迎金靖为大家带来最新编配的这3个片段，让我们掌声雷动，有请金靖登台。细面苦事断桥，是断桥，断桥。记得下山的事，与徐郎初次相见，好像一人脚定，是在脚定，脚定一句，甚至娘娘，以往之事何必为谁？从今生情，怎能不信？想当初，脚定山哟春光好，一经徐郎尽思鸟，但愿此三场相聚，做得同里比鸟，谁知平地风不起，以往的欢乐一笔消，不再
众生，媳妇化作鸡乱睡，以为是夫差夫在共把你吃不了，年风不起，难为了你新家里你开呀铺，为了你断呀强引勇往去，为了你杀身亡死逃西草，为了你谁么金山发黑为了你不听亲儿俩一劝，为了你断江昂把情义儿娘子是真情真意恩，等候我恰是薄情薄义妹苦味。娘子是朝暮下门过离分，我恰是几次三番把你对，娘子是昆仑稻草菊我恰是断呀全因勇往去，娘子是为我不听啊亲儿啊劝，我恰是迎来金刚大问是
挂在心娘啊！儿好
他黑，心他黑。只差天涯难相见。当年戚老师的《白蛇传》轰动了全国，影响了几代人。那么今天晚上，我想金靖的《白蛇传》再现了老师当年的风采，没有辜负老师，更没有辜负观众。再次掌声送给这位七派传人中的领军人物，谢谢。老师叫雅仙，对，学生叫金靖。台上的演唱曲雅若仙，台下听的是极静是金。叶老师您太高了。这个各位朋友，今天呢，七臂流派的第一代传人朱祝芬和杨文蔚也来参加我们的纪念演出了。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两位前辈老师登台演唱的正。家庭，我把生儿心塞，我杀生儿不应，你孤安当私生子，生儿要回儿一生。生郎啊，我去替去人有何用？求你替我把旨意定。把娘亲心的话，房子莫哎，暖是撑。
绝病无法，不能蒙昧，请家员工见谅。原这王要烧香拜佛，劝使他因故方便。病你身体不适，不能开门，请家员工回去吧。既是此，愿这就告辞18年，孩儿离娘儿故里，终于临走自母心。一夫当私生子，生儿要回儿一生恩。哎，我不要两地亲亲，我不嫌金榜题名，我不怕人言可畏，我这就落举天人。娘，哪怕是这富贵
荣华富贵。凡我永世不超生，今日我也要将儿成。句一句18年来比离经。愿在母亲，63年以前，也就是50年的2月份，当时戚老师只有22岁，哇，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团结了上海一批优秀的编。雅歌满江南，仙乐暖人间。当年婚姻曲更是乐韵传。亲爱的观众朋友，亲爱的戏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朋友们。10年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戚派创始人戚雅仙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呢，优雅、熟悉的戚派唱腔却仍然留在我们的心中。10年后的今天，我们相聚在逸府舞台，将隆重举行慈母恩师梨园情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戚雅仙逝世10周年纪念演出，以此来表达我们对这位人民艺术家的无限缅怀之情。朋友们，今天的演出呢，是由著名越剧演员金靖和戚雅仙老师的爱女傅杏文共同发起，并且得到了江浙沪七臂流派传人的积极响应。是的，同时也得到了杭州越剧2团，也就是桐庐越剧团的大力支持。所以我建议，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预祝全体演员演出成功。谢谢大家。那么，我想熟悉戚雅仙老师的朋友一定都知道“白血双玉”这个词汇。
对，其实说的呢是戚雅仙老师擅演的4出名剧，对，是不是啊？白蛇传，血手印，玉堂春，玉蜻蜓，是的。那么说到这个血手印呢，是戚雅仙老师的看家戏，同时也是静安越剧团的保留剧目。那么今天晚上第一个节目，我们就将请出七派传人朱令与 B 派小生阮建雄率先登台，为大家带来其中的花园会片段。城中乃是不是意，风声多些谁帮飞？挂在那家是上街。下无人啊，我上死去。待之间，秋千荡子也家里，他生命更比道理也，不花费的家头地。这野外好像是些成绩。哦，我生在王家花园里，莫非是那千金就是我王氏妻？哎呦！心花子落下的，小姐在何？去去不轻易，心中心中下不起。谁猜地下何凡？咦？一个乱人的孩子，还不快对过一遍？是，这个孩子好生面熟。哦，拿来我看。家米手上雨花容，分明
何事？自从你进得府来，小姐待你时候，今次姐妹为相当人宽待，小姐啥有差气？西城不管太慢。那天我命你先往你家，你可曾去过？小姐吩咐，怎管不去？送去了哪几样东西？衣帽一套，鞋子一双。教育何在？林家相公、林公子、林姑爷呀。万不跪下，看此事何办？哎呀，小姐，你错怪人了。是哪一在？猜哪里来的三爷小子，竟敢闯进我家花园？啊，西城大姐，小生就是林兆德呀。哦，原来是林姑爷呀！你这位把在世上，快下来吧。哦。姑爷，我家小姐在此。哦。啊，小姐，小生这下有礼了。小姐，姑爷向你行礼了。小姐，你怎么不讲话呀？非还夫妻初相逢，女娃不知诉何从，只见他一身穿戴自我送，我心中爱绪绵发红姑爷，你怎么也不讲话？未婚夫妻巧相逢，有话不知诉何从。一人我乘风走月老，我此生又是在梦中。一个哎，七分欢喜三分穷；一个哎，心在默默无言中。小姐呀，你常为皇室心悲痛，今日你怎可相待诉苦中？姑爷啊，小姐不言你贫穷，今日你何不相待诉苦中？小姐啊，
些疼啊送一来，方知小姐一片心啊。与你两家吵联姻，我迄今原是你邻家人，送伊做是本来是相公刘备挂在心。哎，不带领到外爬，提起婚事我怒气生。当年邻家门的妇，你父是愿结成亲啊，自从我父身亡故，欲遭大火烧家门。母子冒然起身啊，家贫挑水过光阴啊，那一日天灰脚比翁须为，路上迎人啊多太冷。说什么天不平地不平，光天落雨光天晴，女婿家旁挑水马，岳母骑马来又乘。他为家招来我娘亲，必须开始要拉婚，他只好是该收银，从此两家就断了亲。相公啊，老夫喜听拉了婚，陪他劝我派大亲，我娘今年呀不做谁，将婚事的再分分。哦，原来是此啊。禀告老娘亲，虽三里希望前进，不是去病夫财。琳琅啊，挑水真呀苦。白费的分场死生难待人，我有心诚的敬护你，此事不必长留影，你今夜三更大院门，我300两黄金交谁称？怕谁为啊门前灯。
朋友们，1980年，10年浩劫过去了，历史的天空又是彩霞满天。戚亚仙老师宝刀不老，在合作越剧团的原有人员基础上，成立了静安越剧团。虽然那个时候的戚亚仙老师呢已过知天命之年，但是他并不满足于老戏重排，在新剧目创作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教师日记》《玉蜻蜓》等就是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的。对，在排《玉蜻蜓》的时候，他是大胆出新，他要让戚派唱腔重新焕发青春的光泽。是的，那么大家也知道，在90年代拍摄的越剧电视剧《玉蜻蜓》当中，戚老师的爱女傅杏文就主演过王志珍。那么，今天呢，在母亲的纪念演唱会上，傅杏文也将登台为大家演绎其中的任子一折。剧中徐元载将由毕派小生孙建宏扮演。一故事标准无法成，一故事相声无关身，离可点云堂记，各门各音难各心。我这场去在门外听，生